受到美国关税影响即马放无薪假的人数是愈来愈多。劳动部10月初上新的统计是有310间企业7755个人减班休困。有民间团体就呼吁讲，减班休困的通报应该爱法制化。部长洪胜汉是表示讲会来评估，嘛强调讲公司主动通报减班休困，绝对未公布企业的名。尊重台湾劳工，尊重台湾劳工。几个劳团去美国商会抗议，受到美国关税影响，台湾制造业等等的产业受到严重的冲击，劳工的收入受到影响。劳团呼吁美商都要善待台湾的劳工，嘛遵守台湾的法令。根据劳动部10月初的统计，受到美国关税影响，休无薪假的有310间公司，7755个人。一位批评劳动部完全无要以无薪假的趋势，根本是双输虚办。一定要有一定的评估，不是说不能有误差。那你的低中高你怎么判断？等下一定会说，我们会用最审慎的态度以对。可是我觉得这样子不够精确，的确是让人家有一种丧事喜办的感觉。跟我说明，我们也看到蛮多产业界的评估认为，有可能关税的冲击，也可能还会有一些延迟。从政府的角度，我们都是去设想相对严峻的状况，我觉得这才是负责任。对。有立委质询的时阵讲，有接到陈情，讲有头家人暗砍休无薪假无通报，地主劳工的补贴是看有食无。针对这点，洪胜汉强调讲，要是鼓励头家人主动通报，避免影响劳工领补贴的权益。有关被放无薪假劳工，如果被隐匿的话，你们有办法去了解或调查吗？我们现在一直鼓励企业应该要出来通报。有些企业可能过去会担心说，他通报的话，他是不是名单会被公布？我们绝对，你通报的话，我们绝对不会公布个别企业的名字。洪胜汉强调讲，面对美国关税带来的挑战，劳动部有推动劳工就业通的计划，鼓励头家人请受到影响无头路的劳工，嘛有客制化斗智接的方式，也有就业奖励，协助劳工重新回去工课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